我都見到有啲同學仔咧，其實都好關心啦，同埋好留心睇到咧啲漢服嘅細節嘅。咁有個同學仔直情問我啊，Sir 點解咧某位同學仔佢點解會着條金色嘅腰帶，但係另外一位同學仔咧着樸素啲嘅咧，係咪有身份或者地位嘅唔同咧？可以睇得出其實佢哋係有自己嘅思考、思辨嘅能力嘅。透過呢啲互動嘅講座啊、活動咧，可以帶到更多學生可以學得更加多嘅。我覺得個題目可以俾同學仔都好方方面面、好全面咁樣去認識咧。原來我哋文化唔係淨係單純一啲文學或者文字㗎，原來佢係進入生活嘅。點樣可以將入面嘅內容可以傳遞俾同學仔，唔係流於係一個講座，而亦都讓同學仔咧更加明白到，原來我哋去學習文化嘅時候，唔單止係通過頭先嘅答問啊、一啲講座嘅介紹，或者係一啲華服嘅展示，而係我見到當中嘅鋪排，由理論去到實踐，再加埋講解，其實係一個好有系統啦、好有條理並且好有組織嘅一個體驗嚟嘅。